3月小媽祖才香燈卡有影是叉。白宣敦的宮天宮媽祖昨日是到北港朝天宮進香，順利完成讀素文抑個開會儀式。今晚呢，鑾轎是一路往北，沿台19線上北，按算4月20日下晡就會回家，登到宮天宮咯。辦事暗主持先念經文，然後開始讀素，把信眾的名字攏讀給媽祖聽，然後把素文畫入萬年香火爐。今年有46萬人報名白沙屯媽祖進香，有報名的就寫入去素文當中，這素文總共是寫超過1600張。所以也有一項上界重要的儀式，就是飯點10分的時愛開會。開會儀式就是甲北港朝天宮萬年香火爐內底的香火，開到白沙屯宮天宮的火卡，這代表香火甲能力的延續。儀式由主持負責開3界香火，然後火卡就隨放入香燭，在外口打封條符鈴，香燭甲白沙屯媽祖神尊陸續過香爐了後，就隨起甲回鑾。鑾轎出廟門以後，有關是3進3退行列。雖然講已經深見，上班的香燈卡有關是圍佇咧鑾轎邊。另外，在回鑾路途，轎班也着不時確保火卡的香火敢有繼續燒，一直到登去廟裡。到拜五白沙屯媽祖進香已經是第5天，率來回鑾的行程還閣行4天。目前是一路沿台19線上北，已經陸續行過元長崙背甲二崙頂頂，拍算20下晡會登去到廟裡宮天宮。3月小媽祖會使講是台灣一年當中上大型的遷徙活動。在禮拜5暗，大家嘛拍算10點5分起駕，若敢會甲白沙屯媽祖進香團燒拄長，這嘛是真濟信眾關注的焦點。記者盧尚珠、謝桂林綜合報道。